米德论的罗米阿米阿，祈祷每一天。米哈拉登的巴代阿都萨巴奥利尼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和拯救。萨利嘎嘎马布隆平安。马拉兹在吉达阿米拉亚的苏阿尔努嘎瓦斯，姐妹弟兄平安。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以萨卡兹在阿哥林多，萨卡杜萨阿兹方，萨卡杜萨阿杜西尔苏阿萨，那哈尼有米嘎布嘎古以达摩南伊，冷基耶稣基督，阿多尼卡巴泽宁拉以就吉嘎古萨苏阿人阿古萨安古尼哈比南安努法鲁佐阿古萨安。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说：因为我拿定了主意，当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外，什么都不提。萨利嘎嘎奥有马巴勒斯基达阿努扎伊马鲁莱古法鲁佐伊达伊阿卡达瓦人伊达古巴代尼耶稣基督伊就吉嘎mi paorip i titaanan u cirarawai a tamlaw. Maorong to ningra ku balas ita, matatla to ningra ku inurong ita, saka jirihatlay ku urip numita. 当我们遭遇患难或感到疲惫时，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有罪的人。他为我们担负了苦难，也卸下了我们的重担，使我们得着平安。米多伦吉达，我们同心祷告。大邦耶绍有米西爱要卡古多马萨马马安奈啊卡鲁莱安啊杜卡帕勒山啊勒马伊，nanay sa ikatawar ako to pasas isu i jojika a mi paorip i takwanan. Ta masafalo kako a mapaicer, tanagtag ko faluzo i masa maamanay a lemak。主耶稣，当我面对各样的困境和苦难时，盼望能够牢牢记得你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以及你的救恩，使我重新得力，在各样的环境中都有坚定的信心。阿们。Nanay mapalamat no kawas kiso，愿上帝祝福你，平安。